不是勋董，有个事情想要请教一下，就像我们这种年轻业务啊，又没人脉又没资源的，土地开发每个都好几千万的案子，到底要怎么做开发？你的想法应该是跟我一样。我当初19入行的时候啊，很多的人啊，包括家人啊，或者朋友，虽然没人脉，要怎么做这个产业？我当初是抱着学习的心态，先进来这个产业做。就算你今天你有人脉，可是你不够专业，也不会成为你的资源。你有东西，人家才会信任你。其实在这个产业，我最常听到有人讲这句话：我认识谁，我认识谁，我认识谁。认识谁又怎样？你认识谁，他就会跟你买一块地嘛。在很多人说，那你没有名单，你要怎么跑？我们公司一定会提供给你名单，让你去跑客。我怎么可能叫你去菜市场去发传单嘛？在这些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学习到谈判的技巧、土地不动产的专业知识、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这些东西也都是我在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渐渐的有一些苗头出来。再加上一件事情，很多人说，那我自己去谈一定会谈不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公司都会配一个主管，目的也是让你干嘛，更多的实战经验，让你快速上手，复制我们的成功经验。